我哋睇下李國祥咧傳出死訊話，咁原來睇翻係較早前已經離開咗噶啦。咁係最近呢，今日啊正式咧，佢好友啊周啟生啦就係宣布呢個消息嘅，就證實咗噶嘛，60歲咯。咁啊好多名曲嘅總有你鼓勵啊，餘情未了呢啲咁啊，大家好難忘，又去回憶翻咯。咁去翻嗰啲官方片就係下邊留言區咧悼念一番啊。李國祥啊，當年呢真係出好多經典歌手，總會有一兩首歌呢係爆紅到嘅。咁嗰陣啊，即係百花齊放，作好多歌出嚟樂壇。咁呢，佢就係話喉嚨有啲事就嚴重噶啦。咁啊後來做咗個大手術咯，咁未知咧係咪咁樣影響到呢？最終要離世咯。咁啊89年呢，第8屆新秀，咁但係贏唔到嘅噃。咁啊後來攞咗個特別獎咯。咁啊91年出道呢，就係有個經典作品《餘情未了》咁啊爆紅啦，即刻又有一個呢，摘星的晚上啦，同埋總有你鼓勵呢啲歌。咁但係後來就無以為繼啦，因為都唔易噶。其實有3首流傳至今呢，有時係啲比賽都會唱嘅，譬如總有你鼓勵啦，之前第一季中年好聲音咧都有唱嘅，吳大強同顏志恒啊。咁呢度就係好多嗰啲回憶啦嚇，佢同啊倫永亮咁啊，近年呢去咗中國咧就係發展啊，集中喺廣東嗰邊。咁喺嗰邊有一間傳媒公司啊，做藝人總監。咁啊，從此亦都咧極少喺呢個香港現身啊。嗰陣呢首真係經典，倫永亮嚇，即係可能每個創作人咧都係一個黃金時期，一過咗咧，好似就好難再作到啲好嘢啊。咁嗱，呢個就係當年啊摘星的晚上。咁大家咧紛紛去聽翻咩個悼念啦，又有一個即係當年嘅藝人啊，好出名嚇，都算出名噶啦，一定識啦，冇理由嗰個年代一定識啦。咁啊有一個精選17首啦，幫大家揾翻啲圖就懷緬下咯。咁18年呢5月就喺麥花臣搞咗個慈善音樂會嘅。咁啊咧嗰陣係多謝家姐同媽媽啦，咁啊期間感動落淚嘅。咁啊95年呢，為陷入低潮就轉咗做生意，但係原來咧更差喎。個噩夢就係連續3次咧生意失敗，真係生意失敗。咁啊所以咧決定自己冇乜啲天分就係唔做啦，放棄啦。咁更加後悔咧就係炒樓下，炒到破產。係咁都陰功啊！95年啱啱迎接啊9803咁啊領晒嘢。咁但係咧，佢話天無絕人之路啦，因為咧期間一度係低沉，就唔想見人匿埋咗。咁但係去到咧金鐘見個破產官咧，就發現原來亦都明白，其實咧呢個世界日日都有啲人遇到逆境噶啦，係嘛？嗱，我諗破產官都係會咁樣講啦。係啊，你知唔知我每日見幾多你啲人個個有逆境噶啦，面對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可惜咧，好衰唔衰就係去到2000年喎，就尖沙咀呢一間 disco 咧，搜到一粒搖頭丸，咁最後咧就輕判罰2000，但係留咗案底，咁令佢人生有污點咯，係嘛？即係好似做戲咁做啊，熄燈插牌咁啊，跟住咧隨機邊個樣衰啲咧，或者邊個面窿窿咧可疑少少咧，就係搜身咁啊，結果搜到一粒。咁但係小心啊，真係查牌咧，好多人啊卸啲嘢落你哋度噶。你唔覺意傻一傻下，即係查牌，跟住即刻埋嚟撞一撞你咧，咁啊卸啲貨落你個袋，你啊真係一副都係。到時你慢慢同個官解釋啊。所以嗰啲夜場啊，盡量少去啲咯。咁後來咧，佢就表明自己係同性戀者喎。就經常喺社交平台咧高調發言，咁曾經有一次咧就闖禍啦。佢就2020年，哇，又10年後啦，咁就拍片咧就暗嘲葉德嫻嘅，就話咩老懵咗嘅前輩，
又係唔識玩網絡亂咁玩就危險啦。就總之暗嘲葉德嫻啊，就老懵咗前輩，又指啲年輕人呢係失滿知識嘅白痴，咁結果呢，遭網民就嚟洗版啦，就攻擊佢呢，話佢係刷存在感，口出狂言嘅。咁冇啦，有時就三手作品，但係後來無以為繼，都唔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其實咁，但係都叫做總好過人又唔紅，歌又冇紅過啦，係嘛？咁藝人都係莫非係咁。咁要簡短回顧翻啦，Casey Lee 而家享年就係終年60歲啦。咁佢一個 page 咧就係光與影的集體回憶。咁原來咧就係3月4號已經離世㗎啦。咁佢14號咧火化啦，15號家人咧替佢係 IG 咧發布咗個 bye 字 ，goodbye 個 bye，咁就叫做完成送咗一程啦。咁後來就周啟生就今日係證實咗啦，咁亦都各大媒體都瘋傳啦。咁佢當年咧其實係3甲不入嘅。咁但係5位評判當晚就係俾咗個歌星特選獎俾佢咯。咁後來簽約咧嘉禾同埋日本一間唱片公司入行。咁第一首專輯咧係藍色沙啦啦，幾熟啊！呢首歌有啲印象。咁後來同年咧即刻叱咤樂壇咧新力軍咧男歌手金獎。咁亦都咧推出咗《摘星的晚上》就係主打歌，咁一嘢咧就爆紅，啲歌好唱，個卡拉 OK 嗰啲點播率都好高，翻唱率又高。嗰陣就冇咁多嗰啲所謂 cover 啦，而家先有啫。嗰陣未有 cover 呢樣嘢嚇。咁如果放喺依家咧，我諗又係人人都會唱下啲歌，或者 cover 下啲歌。咁而咧，總有你鼓勵咧，就係當年卡拉 OK 咧熱門點播嘅嚇，但可惜咧之後已經冇呢一啲歌咯，唔易啊！要遇到一首都唔易，好多人幾年都冇一首嚇，搞嚟搞去有真係好幸運，天時地利。咁後來95年就推出最後一張專輯咧，95變奏嚇，呢啲唔得啦，呢啲名95變奏。咁01年咧轉工發燒碟咯，咁冇啦，就翻唱自己歌唱下人哋啲歌咁樣。咁好嘅，有一首經典流傳至今啦。咁人走咗，但係啲歌係永遠咧留喺度嘅。咁聲音咧仍然大家係記憶猶新嚇。咁陣間都去聽翻佢啲歌咯。我都陣間去聽一聽呢首咯。呢首我諗好多人已經喺下邊留言緊㗎啦。即係懷念李國祥啦，Casey Lee 60歲，有時人生無常即係年紀一路去到某個時候咧，都係要保重下，即係注意個身體調理好啲，唔係咧好容易好化學一個重病醫唔好就好容易拜拜。咁所以珍惜啦每一天珍惜係身邊嘅人啦，正能量咁活好每一日咧咁無憾啦！如果真係有一日嗰一日要嚟揾你的話咁就係咁樣啦。咁我哋鼓勵每一個人啦就餘情未了，總有你鼓勵永遠留喺我哋回憶入邊啦。咁今集嚟到先啦，有乜諗法咧？下邊留言下記得撳個訂閱支持。